你還好嗎？子歇，月儿，你快走，這裡有我擋着。不，子歇，子歇死，不能讓月兒死。你快走！不，要死，月兒和子歇一起死。我說你們兩個有完沒完啊？武威在，你去逗逗这个长得跟娘们似的男人。我来对付这个泼辣的蜀国公主。子歇，我来。我来。你是何人呢？在下楚人黄歇。阁下是谁？你管我是谁？子歇，小心！见得大部分还敢跟老子交手呢？别介！你那个男人不中用的东西，不如跟随本王吧。子歇，放开我！看看，小白脸是怎么死的？哪是我们的对手？别吵了！子歇。大良造公孙衍拜见秘书公主。公主，公孙衍救驾来迟。大良造，月公主，月公主带人去引開了敵戎，先不知去向，怕是凶多吉少，還望大良造能夠快快派人去救他。原來如此，恕公主請放心。 微臣馬上派人去尋找。
又起什麼哄啊？等我，让我上去！疯丫头！放心，有我在，定不会让他伤了你。不过你记住，我不在，你也不许伤他一根毫毛。还有你们，记住了吗？是。不让我杀他，你杀了我吧！杀了你？哼！那我们这一趟岂不是白跑了？你们杀了我的子歇，既然我杀不了你们，那我就死给你看！把他手绑上！为什么你们不死又不让我死？哎，吵什么吵啊！为一个弱不禁风的小男人，我们这好男人多的是啊！你废话！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他是我的命！你害死了他，我杀了你！谁看见你的男人死了啊？我亲眼看到的，你把他打到悬崖底下了。那悬崖底下是湖泊，死得了死不了还不一定呢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子歇也许还没死。说不好，那可没准。真香。拿着。